機電工程營運基金一直以嚟致力為客戶同埋市民提供優質嘅機電工程服務，積極推動創科，全靠各位同事齊心協力，以服務為本。機電工程營運基金喺最新嘅2022年客戶意見調查入邊再次創出令人鼓舞嘅佳績。當中客戶滿意指數、服務競爭力指數同埋整體回應率更加係歷年嘅新高。對踏入75週年嘅機電工程署嚟講亦係一份好好嘅生日禮物。喺疫情高峰期間，我哋利用創新科技全力支援抗疫。任務之一係協助醫院管理局喺短時間內安裝幾百部流動組合式高效能空氣微粒子過濾器，將公立醫院嘅普通病房改裝為二線負壓病房。為咗降低病毒喺社區傳播嘅風險，機電署協助唔同嘅客戶喺檢疫酒店、機場入境大堂以及老人院舍等地方進行通風評估，確定合乎相關嘅通風要求。我哋為唔同嘅政府部門引入各種智能科技，提高工作效率，同時減少意外發生。例如喺民航處總部大樓安裝智能水感系統，實時監察管道嘅狀況；而智能停車場系統就可以自動識別車牌，加強保安同管理。我哋亦都喺香港國際機場空郵中心引入智能運輸機械人，協助關員搬運重物。我哋一直同客戶部門保持緊密合作，推動科技應用，例如為香港警務處採購可穩定加速及設有可調校風檔嘅高性能電單車。另外就係同懲教署攜手建設香港首個智慧監獄大潭峽懲教所，將科技融入日常管理同保安。機電工程署團隊一直運用科技，講求創新。我哋首次將機電裝備合成化、建築信息模擬技術以及數碼技術結合運用，為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大龍獸醫化驗所更換用咗超過20年嘅製冷機，結果比起傳統方式慳咗一半時間，令到工程喺38日內順利完成。我哋嘅機電創科網上平台可以為客戶配對唔同嘅初創企業、大學同埋科研機構嘅創科方案。截至到2023年5月，已經有接近200個試驗項目成功落地。喺2023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我哋亦都再次獲得佳績，一共得到23個獎項。為咗更有效咁管理工程承辦商喺客戶場地嘅維修記錄，我哋試用 HATS 流動應用程式，承辦商嘅員工只要掃描機電設備上嘅二維碼，就可以好方便咁提交維修保養記錄，令我哋實時了解承辦商嘅工作進度。過去2年，企業服務部全力支援各部別服務唔同嘅客戶部門。今年適逢機電署75週年，嚟緊會喺11月底舉行機電署75週年嘅大型慶祝活動，屆時誠邀大家同客戶部門一齊參與。有賴每一位默默耕耘、緊守崗位嘅同事，機電工程營運基金走過一段精彩旅程，擁有今時今日嘅豐碩成果。感謝各個客戶一直以嚟對我哋嘅支持，我哋會繼續聆聽客戶嘅寶貴意見，務求令服務更臻完善。機電工程營運基金全體員工會繼續秉持傳承創新、同心為民嘅精神，精益求精，為客戶同埋市民提供更優質嘅機電工程服務。多謝各位同事。